作為 media 講翻最本質嘅就係用媒介去創作。呢個媒介轉變太大啦，同埋太快速啦。我哋有時候未消化好一樣嘢，其實又已經有新嘅進入咗。咁所以我諗其中一樣嘢好緊要就係我哋要保持自己嘅一種即係耐性去將媒介一樣嘢去摸索清楚。就自己想 look back 翻究竟個本質係啲咩啦？譬如最近一件作品係講內觀啦，我哋點樣去將人嘅精神可以透過一種藝術嘅表現可以呈現到出嚟咧？既用一啲科技好 advanced 嘅 technology 之餘，但係亦都反思到唔好被淨係技術呢樣嘢去牽引咗。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做創作嘅時候，好多層面上面就會用咗佢嘅方便，但係呢種方便其實唔係一個藝術嘅呈現嚟嘅。咁所以經過個沉澱之後，其實就會將一啲好back to 翻好 primitive 或者好原本嘅嘢，就會可以帶到喺自己創作層面上面咯。喺我自己近10年裏面嘅作品啦，包括我去完日本之後，亦都有好多對於大自然反思嘅一個出發點啦。因為嗰陣時喺311地震裏面，亦都見到譬如當地嘅人點樣去對應一啲大自然嘅災害咁樣。咁所以喺我自己創作裏面有好大層面上面嘅作品會用到 data art 啦、數據藝術啦，亦都用咗一啲 data 去 reflect 緊我哋未來嘅世界，希望對應到就係唔單止人對於景觀裏面嘅一種體驗，而係我哋點樣去 perceive 緊我哋嘅未來咧？我哋作為人點樣可以理解到自然裏面嘅一種悲哀咧？係啦，咁而呢種即係人嘅悲哀，其實亦都係嚟自於我喺日本學盆栽裏面感受到日本人嗰種嘅我哋嘅哀嘅狀態。我哋如果 look back 翻 art history 裏面啦，當我哋有咗新嘅攝影器材，其實有一批嘅藝術嘅創作就已經係被淹沒咗。當有電影嘅時候，會取代咗某一啲舊嘅媒介，其實都係因應當代嘅需求或者當下嘅科技嘅發展，然後衍生咗一批新嘅 art form 出嚟。咁呢個就係媒體藝術嘅本身嘅本質。喺未來裏面 medium 嘅轉化，亦都會對於我哋作為藝術體驗嘅一種轉化，一種無可抗辯嘅一種嘅理由嚟嘅。咁所以喺當下或者喺未來嘅世界裏面，點樣去體驗藝術咧，亦都有另外一種方式嘅，我相信。